甲一女排第5輪最後一場波啊，有國際對住輝廷噶。咁啊，賽前呢，國際就喺前4輪嘅比賽呢，淨係贏過一場波嘅啫，就係贏過 KT 啊，喺第2輪嗰陣。咁相反啊，輝廷嗰邊呢係4連敗噶。咁但係其實上一輪呢，佢哋對住強隊 Victory 係打得幾好噶，就僅喺大分輸2-3嘅啫。喺第一局咧會見得到啦，輝廷係延續到上一輪聯賽嗰個氣勢㗎。咁啊喺第一局咧，佢哋係入局快啲嗰隊嚟㗎。咁啊佢哋靠自己攞咗18分啦，當中麥子玲一個人已經佔咗1/3㗎啦。咁啊國際嗰邊呢，其實第一局都算係咁㗎啦，靠自己攞16分翻嚟啊。當中啊古蓉蓉啦加埋甄宇嫣呢兩位合共都幫球隊攞咗10分。咁但係始終啦，輝廷個入局快啲，得分亦都多啲。第一局輝廷係贏25-21嘅。嚟到第二局嘅發展呢，就同第一局嘅調翻轉啦，雙方靠自己嘅得分呢，亦都調翻轉。國際靠自己攞18分，輝廷靠自己攞16分，所以今局呢個形勢就落咗喺國際度啦。咁啊，佢哋憑住沈嵐啦同埋方嘉怡各得5分啦，加埋古蓉蓉嗰4分呢，咁連埋另外2位得分嘅球員呢，佢哋靠自己攞18分噶。呢局呢，國際明顯係上翻力噶，所以第二局啦，國際成功攞翻局翻嚟啊，贏25-20。去到第三局呢，其實嗰個發展呢有少少唔同嘅，見到輝廷呢係開始慢慢攞翻個局勢翻嚟噶啦，得分其實佢哋靠自己得分呢係多過國際噶。喺第三局呢，輝廷講緊靠自己得分係16分啦，而國際靠自己得分呢係得15分嘅啫。咁但係可惜啲就係輝廷嘅個人犯錯係比較多啦，失誤亦都多少少，所以令到呢第三局呢亦都係落咗喺國際嘅天下。佢哋同第二局呢都係一模一樣嘅比數噶，都係贏25-20，咁就要入到去第4局嘅階段啦。嚟到第4局啦，就雙方呢都機不可失噶啦。國際贏埋呢鋪就可以攞到常規賽嘅第2場贏波。咁啊，輝廷呢鋪一定要贏噶啦，輸埋的話呢就要5連敗噶咯。第4局嘅發展一樣都係咁緊湊噶，咁啊雙方都先後領先過啦。咁啊，講緊就係國際喺第4局靠自己得分呢係有21分，輝廷呢就18分。雖然呢佢哋有吳詠取得全場最高嘅20分啊，咁但係都不敵國際嘅整體戰術啦。國際係有4位嘅球員得分上到雙位數嘅，相反輝廷就只係得2位。最終雙方喺第4局打到刁時階段，國際贏28-26，攞到常規賽嘅第2場贏波。